低首期嘅樓盤咧，一定越嚟越少噶啦。之前咧就有好多樓盤都係可以做低首期嘅，但係咧今年越嚟越多開發商取消咗低首期嘅政策，唔通係因為賣得太好？咁其實咧就唔係，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之前已經有一部分低首期樓盤嘅業主咧開始出現咗斷供嘅情況啦，銀行咧就縮緊咗低首期嘅政策。正常咧我哋買間屋100萬，咁首期咧就俾15萬，銀行咧借85萬。如果買家斷供，銀行拍賣只係收得翻85萬就唔使蝕噶啦。但係咧低首期嘅樓盤就唔同啦，總價100萬嘅單位，客戶俾2萬嘅首期，銀行咧就借98萬。如果買家斷供嘅話，銀行拍賣係好難拍得翻98萬嘅喎。新樓先100萬，乾手淨腳，點解咧我要買翻98萬嘅發拍房，搞到咁麻煩啦？咁之前咧買低首期樓盤斷供以後銀行咧就發現收翻層樓拍賣出去仲要蝕錢嘅喎，所以咧依家已經開始有部分嘅銀行咧係唔接受低首期嘅產品啦。咁以後咧珠海、中山可以做低首期嘅樓盤咧，肯定就越嚟越少噶啦。依家咧暫時都係仲有部分嘅樓盤可以做到3到5萬嘅低首期噶。如果咧你最近留意緊低首期嘅項目咧，我呢度咧就整理咗一份珠海、中山低首期樓盤嘅資料，有興趣嘅話留言低首期3個字，我發俾你啊！